好啦，我哋今日嚟到咧身後邊呢一度係 JR 嘅廣島站，冇錯。我哋而家咧係嚟到日本嘅廣島。其實咧，我哋琴日咧已經到咗步噶啦。琴日到步之後咧，今日周圍行啦，去食嘢啦，跟住之後夜晚咧就住咗喺車站，就喺車站上邊嘅一間酒店度。呢間酒店咧係非常之方便。だからスーツケースを置いて観光に行ってこの帰りに新幹線に乗る時もピックアップも簡単っていう。そうめっちゃ便利。得啦，馬威得㗎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咧係嚟做咩咧？今日咧我哋係準備喺呢一度去身後邊坐一架嘅觀光列車，就喺廣島呢度咧去做一啲嘅觀光嘅旅程嘅。黄路線邊度嘅？請勿超越黃線。みんなすごい写真の動画撮ってるんだけどみんな。ちょっと前さん動きがやばい。動きがやばい。動きが。足よ。足おかしすぎる。好啊！呢一架咧就係我哋今日要坐嘅Hana Akari。我哋會坐呢一架車咧，就由廣島站啦，我哋會出發去呢一個嘅岩國站嘅。二號車。好啊，同大家睇一睇咧，呢一個列車上面究竟有啲咩特別嘢先。好啊，喺架車上面咧，究竟有啲咩咧？咪就最中意嘅抌印仔。哦，結構よくできてるじゃん。好啦，今次我哋坐呢一架嘅Hana Akari咧，我哋係由呢一個廣島站，即係大家坐新幹線咧嚟到廣島站，跟住之後我哋坐喺廣島咧，就用一張嘅頭先我哋入嚟嘅時候嘅嗰張飛咧，即係呢一張嘅飛咧，由廣島去岩國嘅普通嘅車飛，跟住另外再加一張嘅特別車飛咧，咁就係用嚟坐呢一架嘅特別車輛咧，就去岩國站嘅。咁大家見到咧，呢個車裏邊，我首先個座位係非常之特別啦，係咪？我成日都話咧，去旅行其中一個我最唔中意嘅嘢就係嗰個坐車啊之類嗰個過程咧，我係好唔中意嘅。咁但係喺呢一度咧，嗰個坐車嘅過程咧，其實係可以變成咗咧一個觀光嘅其中一環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啊！我覺得。なんか車內で配られたこのグッズがあって、この後ろにスタンプが押せたっていう。さっき自分のスタンプ帳におっしゃったんだけど。でも持ってない方はこっちも押せますっていう親切な。あとはこのアクリルパネルもいただきました。ちゃんとここに2026年スプリングって書いてある。すごいリミテッド。好啦，咁咧我哋喺車上面咧，佢派咗呢一個嘅乘車紀念饅頭。咁呢個上面咧係寫住係Hana Akari，係呢一架車嘅特別饅頭嚟嘅。哎呀，所以點解我話咧，旅行搭車，如果淨係坐車就太悶啦。即係你由一個 A 地點去到 B 地點中間都係好重要噶嘛。咁而家好似呢度咁樣，咁咪好舒服咯，係咪先？好啦，咁因為咧就嚟接近呢一個即係未到午飯時間嘅，但係費事一間晏晝飯食唔落咧，我哋呢一個嘅朱古力。咩半羹？咩半羹？冇咪子饅住。嗱，話明呢一個係叫做紅葉饅頭啊嘛，冇咪子饅住紅葉饅頭，所以佢個樣咧係一個紅葉撈嚟嘅。朱古力紅葉饅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哇！到達目的地，而家呢一度咧係我哋今日坐呢一架嘅Hana Akari嘅終點站。呢一度咧係山口縣，冇錯啊！我哋已經唔再係喺廣島縣啦。呢一度係山口縣嘅岩國市岩國站。哇！好多人走咗去個車頭度影嗰個
影架電車，我都要埋嚟影一影先。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坐嘅Hana Akari。こちらに。あ、ありがとう。かわい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好啦，我哋到達到呢一度咧，頭先講咗啦，係山口縣嘅岩國，冇錯。我哋坐呢一架嘅Hana Akari咧，我哋係會由廣島出發啦。我哋嚟到呢一度咧係山口縣。咁頭先我哋咧一上嚟嘅時候咧，有啲小朋友派咗個咁樣嘅襟章俾我哋。呢個襟章咧上面寫住咩咧？係呢一個距離錦大橋最近嘅車站岩國站呢度係。嗱，坐電車咧去一個地方咧都要有特別理由噶嘛。而我哋今日坐呢架Hana Akari嚟到岩國呢一度嘅理由咧，就係我哋要嚟身後邊嘅呢一個錦大橋。呢一個橋咧，到而家應該係有350年歷史左右嘅一條木造嘅拱形嘅橋嚟嘅。咁呢一條橋咧係世界上面都絕無僅有啦。咁同埋因為咁長嘅歷史，同埋嗰個做工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全木造嘅一條橋嚟嘅。咁而家佢大概每20-30年啦、20年至40年咧，就會做好多唔同其他嘅一啲修復嘅工程啊、一啲修復嘅工作啊，咁啊 keep 住佢係唔會冧先啊，係咪嘛？咁但係呢一個咧係日本嘅，噔噔出現啦！日本三大名橋之一嘅錦大橋。咁另外兩個名橋係咩咧？咁啊一個就係東京嘅日本橋啊，另外一個咧就係長崎嗰邊嘅眼鏡橋。咁呢一個咧，我哋身後邊岩國山口縣岩國呢一度嘅呢一個錦大橋，就係日本嘅三大名橋之一啦。啊，我哋最中意嘅日本三大乜乜呢啲。咁但係後邊呢個咧真係好靚，係非常之靚。咁但係因為我哋今日咧而家呢一度咧，大家望望呢邊先。呢邊咧，如果係喺春天嘅時候咧，嗰邊啊同埋後邊啊附近全部咧都係櫻花嚟嘅。我哋嚟拍片嘅今日係3月20號，好可惜係一朵花都未見到嘅。可能應該再過多2個禮拜左右啦，咁啊應該櫻花會開啦。咁但係而家係冇櫻花嘅。咁我哋咧今日我哋上呢條橋咧，我哋係需要有飛嘅。咁就係呢一張嘅飛啦，一個人一張飛咧係可以來回過一次嘅。咁頭先咧我哋見到咧上面都有好多大喺度排隊。因為頭先我哋到達咗之後，第一件事咧，我哋係上咗去上面食飯先。係啦，頭先我哋到埗之後咧，其實就喺上面食咗飯先嘅。我哋係食咩咧？食呢一個山口縣名物瓦橋麥卡瓦拉 soba。好多人咧嚟到呢一啲橋啊之類，淨係會影一啲橋上面嘅景色啦。咁但係我哋咧嗰個思考方法有少少唔同。我哋覺得咧，望下條橋嘅下邊，望下條橋嘅側面，其實係應該會更加之有趣。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等陣間都會上去條橋上面行過去嘅。咁但係咧，先望一望條橋底究竟係點樣？因為呢啲木造橋咧，始終係一啲好特別嘅建築啦，所以咧，佢條橋嗰個建築方法係點樣咧，都係值得去到睇清楚嘅。呢度咧，大家可能冇乜點留意到咧，即係下邊嘅時候。但係其實咧，中間嘅3條橋咧係比較上係拱形啲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咧，佢下邊咧其實係變咗一級級嘅樓梯嚟嘅。咁呢一個係咧，最旁邊嘅2道橋咧就係比較上係平啲啦。咁但係中間嘅3道橋咧就係會比較上係拱形啲。咁所以咧，佢係變咗做一個嘅樓梯嘅。咁呢度落去嘅時候都一樣啦。落去嘅時候咧，咪就小心撲街。小心撲街。係因為大家見到啦，佢呢度全部咧係一級級嘅樓梯嚟㗎，所以呢個咧係必須要小心啊。咁呢個就係日本嘅3大名橋之一嘅錦大橋。好啦，我哋一條橋咧出咗嚟呢邊嘅方向，係頭先我哋上橋嘅反方向嚟嘅。咁呢邊出嚟之後咧，會有啲嘅手信嘅鋪頭啦，有啲食雪糕嘅地方啦。食雪糕要食啊！啱啱食完飯，唔食甜品點得啊？係咪先？一定要食雪糕。佐佐木小次郎，香港人都識啦。
世界最高 ranking 嘅 soft cream， 3年連續3星受賞。哇，マイさん来たよ。インスタ用の写真撮らせて。みんなインスタ見てね。どうよ。しまった。一人一つにするから。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マジ。佢呢個咧，頭先佢仲話要 share。哦，生クリームみたいじゃない？呢個好食。呢間嘢可以推薦，但係要食呢一個咯 ，Cremia。我知道咗點解頭先嗰間鋪頭咧改個名做佐佐木小次郎，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佐佐木小次郎係同宮本武藏喺呢個鹽流島上面決一死戰噶嘛。咁點解頭先嗰間嘅雪糕鋪咧係會改名做佐佐木小次郎咧？因為佐佐木小次郎就係喺岩國度出身嘅，就係咁簡單，就係咁簡單。咁大橋呢度附近咧，除咗食嘢啦同埋雪糕之外咧，佢仲有個白蛇館嘅。嗰個白蛇館原本我哋係諗住想去嘅，咁但係可惜咧時間唔夠，因為我哋今次咧我哋係團體行動，我哋要跟住個時間嚟喐噶嘛，咁所以咧唔夠時間去。咁但係咧冇時間睇白蛇，咁但係都有時間買手信噶嘛。咁大橋嘅燒餅，形がさ可愛いじゃん。あ、これじゃあお相撲部屋の方にも買っていこうかな。どう？いいんじゃない？お相撲部屋の皆さんに。お土産ね。そう。引退せんべい。出羽の部屋の皆さんに差し上げます。佢呢個買嚟送俾啲商鋪部屋啲人啊，買嚟送俾。嚟到廣島咧，仲有另外一個地方咧，基本上都一定係會嚟噶。咁就係宮島の中にある厳島神社。冇錯。咁呢個地方咧，亦都係必定會嚟噶啦。咁頭先咧，我哋就去咗最終嗰個車站就落車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坐嗰個嘅Hana Akari咧，係喺中途咧落車嘅話，就可以喺呢一個宮島口站落車，跟住之後咧就過嚟呢一度咧去到坐船，就去呢一個海上面嘅大鳥居嚴島神社嗰度嘅。足速い咪殘，足速い。足速い。すごいな。あ、止まったらめっちゃ足速いから。めっちゃ足速い。やばい。今まで見た中で一番速いでしょ。一番迅速舞さんでしょ。係啊，大家都耳熟能詳嘅海上邊嚴島神社嘅大鳥居，呢個咧我哋幾年前其實去過一次啊。如果大家有睇過片嘅話，好啦，咁我哋到咗呢一度咧係嚴島神社嘅出面嘅碼頭。咁我哋而家咧就當然去嚴島神社啦，係咪？咁但係因為咧我哋幾年前其實已經去過一次，我哋嗰陣時去咧係冇咁多遊客嘅。咁但係而家咧，哇！啲遊客多到大家睇下，上船翻去對面島嘅人咧都非常之多啦。咁所以咧，我哋未必入到去添啊。其實今日，因為可能人太多，可能入都未必入到去。我哋喺架船上面望埋呢，見到個鳥居度咧，我諗有幾百個人喺度咯，應該會有。咁但係唔緊要，因為咧，就算嗰個神社我哋入唔到去裏邊都好咧，我哋都有好多其他鋪頭咧係想去嘅。好啦，呢個咧宮島棧橋，咁我哋喺呢度攞船啦，係咪？呢一度咧對比下3年前嘅畫面，係咪3年定4年前啊？我唔記得咗啦。3、4年前啦，我有嚟過一次呢度噶嘛。嗰陣時呢度係冇人噶。頭先我哋到埗之後，第一件事我哋喺個碼頭前邊有個傳統工藝館，我哋喺裏邊咧自己整咗呢一啲嘅楓葉饅頭。どこだった？これでしょ。自製。我哋諗住 skip 咗嚴島神社唔去，就去揾一間咪生想去咗好耐嘅一間 cafe 啦。因為嚴島神社個鳥居嗰邊咧，我哋其實已經去過幾次嘅就已經，咁所以咧就打算唔去啦。咁但係咧，
我想講，佢想去嘅呢一間 cafe， 究竟係喺邊度啊？我呢度500 yen 入去，裏邊要俾。噔噔，行到上嚟樓梯頂，天心閣呢度咧，其實係一間嘅 cafe 嚟嘅，應該。唉，飲咖啡啊，坐喺度，唔知有冇位嘅。啊，広島レモンソーダ。レモンソーダ1つ。はい。呢一個就係我哋嚟到嚴島神社附近，但係我哋就唔去嚴島神社，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咧要上嚟呢一間嘅 cafe。其實呢一度咧，我覺得係舒服啲咯。望出去出邊嘅風景係望翻過去個大鳥居嗰度。咁但係呢個位咧就啱啱好望唔到個鳥居，唔知點解。但係有一樣嘢咧好重要，就係咧呢一間鋪頭應該係比較上少遊客知道，因為咧附近啲客人咧全部都日本人嚟嘅。我飲個檸檬梳打，媽神飲個熱嘅 lemonade。咁呢度望出去咧，嗰度其實係嚴島神社嘅大鳥居啦。咁嗰度有其中一個殿啦。咁啊下邊呢一度咧，俾啲樹遮住咗嘅呢一度咧，就係個嚴島神社。頭先大家都見到咧，喺下邊嘅神社啊，喺搭船落船嗰個位啊，或者喺嗰個商店街裏邊咧，係有幾咁多人噶嘛。咁但係咧，只要離開個主要道路少少，行翻去啲邊位度，好似我哋咁樣咧，行上個山度少少咧，已經係冇人噶啦。一個咁靚嘅 cafe， 咁靚嘅位，仲未俾遊客攻陷，所以呢一個咧，睇我哋片咪學到嘢咯，睇我哋片咪知道有啲秘密地方咯。呢個主要係多得佢啊。information 嗱，大家望下。就係喺一個咁多人喺度周圍行緊嘅呢個主要道路啊嘅呢條咁嘅窄巷啊，前面嗰條咁嘅樓梯度行上去上面先至去到嗰間 cafe， 所以呢個位咧真係冇乜人知嘅啊，所以話咧跟我哋揾食就知道啲特別情報咧。好，我哋而家再去第二間嘅 cafe， 嗰間咧唔知多唔多人，咁但係都可以去嗰邊望一望。哦，向住紅葉谷向住紅葉谷公園方向行嘅呢一邊咧，哇，其實個感覺仲好啦。跟住遊客又少，全部人淨係行晒去最主要嗰條街嗰邊咧。呢度行過兩條街咧，即刻冇人。哦，冇負面冇對對。喺呢一個紅葉谷公園嘅入口。紅葉谷公園嘅入口旁邊啊，呢一間嘅茶寮 cafe。不過可惜因為我哋啱啱先飲完嘢，咁我哋就唔會坐入去再飲嘢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咧係冇去到頭先嗰間嘅話咧，嚟呢度呢一間都係一個選擇嚟嘅。而家嘅時間係下晝4點鐘，都唔係好多人。呢一間公股限定嘅 Beams 咧，好搞笑咯！跟住 Mai-san 話買嘢送俾我喎 ，Mai-san。佢又買過呢啲咁嘅茶餐廳杯送俾我，呢啲膠杯，1200元，1200 yen，即係60蚊港紙，勁平咯。Beams Japan，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好啦，我哋翻上行啦卡里呢一架嘅列車。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帰りなさい。はい。こちらが帰りになります。帰りも。帰りも。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因為我哋坐咧，我哋回程嘅時候都一樣係有呢一個可以收到。咁我哋因為自己本身已經有一份啊嘛，咁所以呢個咧，我諗應該可以轉送俾其他嘅朋友啊，或者啲親戚啊之類啦。
咁我哋咧今次呢一個旅程咧，其實我哋係受呢個 JR 西日本咧邀請咧，就嚟到試坐呢一架嘅列車，因為呢個列車其實咧只係開咗年半時間左右嘅啫，2024年嘅年底開始咗。咁啊，去到而家咁啊，年零時間唔係好長嘅啫。咁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多啲呢一個列車嘅資訊咧，咁可以睇翻個說明欄裏邊啦。交通工具呢樣嘢咧，就係將你由 A 點搬去 B 點。雖然我就話中間嗰個過程咧都好緊要啊，但係最緊要就係你去到嗰個目的地嘅時候，嗰個目的地有啲咩旅遊地點，去到俾你去到行啊，去到俾你去買嘢啊、食嘢啊，呢啲先係最緊要啊嘛，係咪先？希望大家睇完條片之後咧，咁我可以知道更加多啦。完全係可以俾你去到玩足一日時間嘅，完全係可以。咁呢個咧，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下啦。好唔好啦？咁我哋今次呢個旅程咧，咁我哋係到此為止啦。咁我哋而家坐呢個列車翻去廣島站，跟住之後咧，我哋就翻屋企啦。咁我哋今次呢條片先到此為止，希望大家中意，而家打中意咁嘅鏡翻嚟啦。有咩見下面人度講，我哋咧下條片就大家見面，係咪先？拜拜。